贺正家，你别忘了，我既然能绑了你，我也能把你杀了。你说我要是用刀在你这个脸上划上2刀，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？你就算杀了我，也别想得到任何数据。我怎么了？死培养嘴还挺硬，咬了我一口。他要实在不说的话，杀了他。不急。实验水学的可怎么样？到现在为止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觉得咱们扰乱他们的计划还是没有达到。他们能查到周俊，就离查到我不远了。实验水池是咱们最后的机会，这次要鱼死网破。老师，我们参考本地米仓窗户的设计，根据光影计算出拍照时间，约为下午3点10分到3点40之间。这个范围我们考虑到了误差区间。那他们是以什么交通工具把人转移走的呢？以40分钟正常的速度来计算，如果是人力车的话，隐匿地点不会超过出事地点的方圆3公里。那如果是汽车的话，可能就是3到10公里。那我们就以这个范围为界吧，排查所有从出事地点出来的车辆，重点是要到郊区跟农村找。是。这张图片是在图书馆找到的，还真让老师说着了，就是这样的钟摆。你说老师也真厉害啊，就见过一次，还这么多年了。这就是我们需要向老师学习的地方，心细如发。你说卢门居然有地方放着这么昂贵的钟表？哎，队长，这么昂贵的表总得有地方维护吧，总得有地方有购买的渠道吧？这是不是一个思路啊？亨德利洋行。什么？解放前的卢门只有这一家洋行在经营钟表生意。姑娘，饿了吧？来，我喂你吃口东西。你是谁？以你目前的处境，就别关心我的身份了。你不能这样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。我是可怜你，把东西吃了，我们姐妹俩好好说说话，怎么样？你要是可怜我，现在就放了我。我要是放了你啊，我们这几个人都得吃枪子儿。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不会为难你的，相信我。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不要在这浪费时间。你要是一直这样强硬下去，真的会死在这儿。看来他还是软硬不吃啊。壁虎，你这次行事实在是太莽撞了。再不行动，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实验水池搞起来啊？这个贺专家身份很重要，这是个大案件，公安肯定会一查到底，小心出事。我听说仪器厂那边贴了告示，说贺专家出差了。我想，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找到这儿。你们自己看着办。那这个女专家可就留不住了。看来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，得让全场上下看看他们怎么撒的谎。
让他们等到收尸吧。报告局长，知道贺专家出场并打过外线电话，一共有4人，分别是陆成、夏院长、车队队长还有李光明。他们怎么说的？陆成是打给财政局询问拨款的事儿，夏院长是打给市医院要进一种特效药，车队队长是打给市运输队请求他们协助给工地配送物资，李光明是打给供电局。李光明给供电局打什么电话？李科长现在在工地忙上忙下的，说是要供电局保证晚上加班时候的电力供应。那车队长呢？哦，是这样，咱给工地配的大卡车一共有6辆，偏偏坏了1辆。建设要用的高标水泥，今天要全都拉到工地，车不够用，所以就给市运输队打电话征调了2辆，还给了特批手续，要求他们派最靠谱的师傅协助配送。那通知工地，所有的进出车辆必须严格的检查。是。来，慢点，陈师傅。哎，小心。来，局长，陈师傅到了。我来，谢谢。陈师傅，慢点。来，您坐。您客气。局长，据亨德利洋行的老伙计说，当年购买狮子钟的是本地的大户厉家，陈师傅当年就在厉家做事。是的，是的，你们好。可惜我现在看不见了。不过你们想问什么，只要我知道的，一定如实汇报。我记得厉家在48年举家从卢门搬到了南阳。是的，是的，当年厉老爷子可能是得罪了国民党的大官儿，不得已变卖了产业，就举家搬走了。怎么说呢？那会儿啊，老爷子也算是个大善人吧，可惜了。那您知道狮子钟在哪儿吗？狮子钟又大又沉，当年厉家想搬走也不那么容易，就把它暂时存放在位于苏梁村的米仓那边。可前脚厉家的人刚走啊，后脚那米仓就让人洗劫一空了。陈师傅，您刚才说苏梁村的米仓，具体您还记得在什么位置吗？那会儿啊，苏梁村有厉家300亩地，李老爷子呢，为了方便农户交河粮，就叫人呐就近在山脚下盖了个米仓。哎呀，这么多年了，估计多半也废弃了。这位置嘛，也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。你们从苏梁村的村口，沿着田间的小路一直走，快到山脚下，要是看见一棵大榆树，那就到了。那米仓啊，就在那大榆树附近。好，谢谢您了，陈师傅。送一下吧。没事没事。谢谢您。
红梅，这市局的支援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？没时间了，丁姐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我去前面看看，你往后走。好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你也是。何署长，是。我们那个是市运输队的，来送水泥。这个是松河南还有特许通行介绍信。我们刚接到通知，场外车辆不得入内，把车停到一边，就地卸货。不是我们是特许通行介绍信还不行啊？不行，我们是执行命令，把车停到一边，别堵路。那我这货卸哪儿去啊？卸外边去啊？停到一边，就地卸货。怎么样？有发现吗？没有，这荒山野岭的，他钓我们玩呢。他就算把我们钓到天边，我们也得跟他周旋到底，给红梅争取更多的时间。走。是。队长，放弃取缔工程，不然贺专家不会是最后一个死去的人。还真让我们给猜着了，这个贾周俊根本没打算交换人质。这个时间，红梅他们也差不多成功了，你马上回去给张局汇报，我去工地看看。队长现在去工地干什么？有李光明在呢。我不去工地看一眼，不放心。走。贺专家，贺专家是你吗？我在里面，红梅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来救你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谢谢你，红梅。我真的以为我要死在这儿。对不起，是我们来晚了。你放心，现在已经安全了，这里交给我们，你先回去。来，小张，送贺专家回厂。是。红梅，还好这个大摆钟还在，可帮了咱们大忙。还有这个米斗，只可惜还是让特务给跑了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好在这次贺专家没事儿。贺专家，这次真是让你受委屈了，也谢谢你
能告诉我们这一切？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，当时我真的都绝望了，没想到是你把我救出来。现在想想，也还是后怕。还好我们能及时赶到。你放心，以后专项组一定会加强对专家组所有人的保护。啊，另外这件事情目前厂里还没有几个人知道，还希望你能替我们保守秘密。放心吧。谢谢，快回去休息吧。丁姐送一下。是，贺专家，请。老师，通过贺希文刚才的描述，房间里当时有2个人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敌人不止一个。除了那个贾周俊，另一个我们一无所知。有没有可能是雪狼？不好判断。贺希文虽然已经救出来了，但是案子是不能结的。那个透露消息的内鬼，还有那2个特务，我们一定要挖出来。是。贺专家回来了，可惜你谋划的一切，最后还不是竹篮打水。他们是怎么找到那儿的？钟摆，钟摆也是线索。你也未免太小看专项组的本事了，你就是太自负。无所谓，反正雪狼的目标是实验水池，后面的事儿咱们还得商量商量。商量？我给了你贺希文的出场信息，带你去工地。这些所有的事情都不经查，他们很快就会查到我身上。出了事我扛着，你要做的就是配合我。实验水池的事儿办完之后，你就可以马上离开鲁门，马上走，找你的芊芊去。接省公安厅罗主任。罗主任，我是张岩，调查李光明的事要尽快，最好在05所实验水池浇筑之前给我结果。好。另外啊，也是想借这个油画展出期间啊，向咱们市民推荐一些美术方面的书。这幅画，我觉得画得很有水平。这幅静物算是把光线吃透了，笔法特别。对，用了拉笔，坚挺的线条，物体边缘凌厉。这是以刀代笔，是用窄刀将调教好的颜色，用刀的一侧将颜色在画面上拉出来。讨教一下，这是如何看得出来用的是窄刀啊？宽刀画不出这种效果。你看这里的刀痕。有很强的塑造感，但它的构图很奇怪，这棵树多余了。两位果然是行家呀！这幅画的作者周俊，你们认识吗？没听说过，不认识。那咱们市里或者是省里，还有没有人擅长这种画法呀？哎，您见多识广，您知道吗？我还真不知道，不太清楚。谢谢啊。什么叫较真儿啊？啊，你看看这个图纸上，这数据都是你标的，这个东西就是每根头发分8瓣，一丝一毫都不能差。回去重做。红梅，你看，这里马上要建成咱们中国第1个实验水池了。你呀，等建好了再跟我显摆。这灰好大呀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？别呀，我才刚来，还想到处看看呢。那你把口罩戴上。戴啥口罩啊？哟，季专家，牛师傅，什么风把你给吹了？牛师傅，怎么样？好利索了？我这一到工地上，感觉都好一半了。哎，您带我去看看。走，我来推，我来推。那您慢点，小心着点儿。放心吧。谢谢你。走。季专家，哎，
我这眼光没错吧？嘿嘿嘿。那天我就说你得是个专家，结果你这一出事儿，厂子里都传开了，你果然是个专家，年纪轻轻，前途无量。真正的专家啊，是主攻他们。我在专家组啊，最多也就算个计算机。啥机器？哎，计算机。计算机，你好。没想到他在工人里面还挺受欢迎的。这人人都认识他呀，对我们也不是好事。红梅姐，你太紧张了，毕竟这是厂内嘛。你看看这热火朝天的，这不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该有的样子吗？对。吴瑞，你等会儿，过来。哎，师傅，图纸拿。季专家好。哎，你好。就这个牵引架这块，你们不是有那个回旋实验的要求吗？要想保证强度跟速度，这普通的钢架子肯定不行。那牛师傅，您的意思呢？以我的经验，得用合金钢。这合金钢固然好，但是周期会变长，再就是你们的工作强度会加大。哎呀，那算什么呀？是不是？要做就要做到最好，我们一定加班加点，快马加鞭，把工期给赶上。好。师傅，哎，过来。哎，好。季专家，你再看看啊，您先忙，再把这图纸看一下。好。季专家，您来了。杨师傅，您要的结构件，您给长眼。那个是吧？啊，对，好嘞。哎，大杨，过去。哎，大杨，你行不行啊？啊，这个简单，再往里凿3公分。您这么一说，我就全明白了。我再去检查检查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谢谢。我真怕他摔倒了。一到工地他就精神，这就是精神的力量。所以，咱得相信。哎，快过去吧。哎，别硬撑啊！能行吗？你快坐下。哟，我能站起来了！我站起来了！你是不是还想跑2步啊？行啊！哎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让人省点心，快坐下。快把它拿远点吧，这辈子不想看见你。报告主任，李光明已经拿到了实验水池的设计图纸，只是目前还没有交给壁虎。一个李光明也敢跟我们谈条件？他是着急离开大陆，要去香港见他的老情人。空余虚和。行，先答应他。是。你看看这个，这是国外的实验水池，还有潜艇，都是从这一步开始的。水滴工程现在进展神速，接下来他们也要做这样的模拟实验，所以绝不能让他们建成，懂吗？雪狼那边准备的怎么样啊？雪狼已经做了周全安排，打算在关键时刻让水池建设出现问题，从而中断水滴工程。说具体的。我们已经打探到，修建实验水池极其困难，必须要一次性浇筑成功。雪狼的计划就在于此。我贴了啊，正不正啊？可以啦，赶紧贴好工作了。哎，看看，光荣榜，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照片挂墙上。哎，百惠，你说我好看不好看？全户之家你最好看，赶紧工作吧，一会儿还得给丹阳办理出院手续呢。这个百惠被专教组问来问去，季专家差点残废了，他还能拿现金，真是没道理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他还能风光多久。你们两个，过来。来，恭喜季专家啊！慢点，终于回自己宿舍了，自由喽！哪儿不自由了你？哎，这12天啊，也不知道是谁
没白天没黑夜的，天天盯着，感觉自己像笼子里的鸟一样。哼，医院是笼子，宿舍就不是。那不一样，病房不能展翅高飞，宿舍可以自由翱翔。哎，大洋，我喜欢你这个形容，专家就是不一样啊，红梅姐。大洋回来了，希婉，你们都在，贺专家，我听说你回来了，就过来看看你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要翱翔。什么？他说病房是鸟笼子，在这儿才能翱翔高飞，也不怕撞着墙。你懂什么呀？我这是一种心态，一种形容。飞啊，千万别掉下来。哦，你们先聊着，我还得回去给楚梦煎药呢。嗯，大洋，记得吃药啊。嗯。大洋，施工现场已经准备好了，楚工已经同意你的设计方案，你想怎么干？我的想法是，为了保证它的抗压性和完整性，我们必须要一次性浇筑成功。一次浇筑成功？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一次成型。这么大的工程量，一次成型能行吗？必须行。如果分2次的话，它就不能成为一个整体，这样它的耐压性就会差很多。行，你这么说他也不懂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你要冻住一块冰，你不能先冻住这边，再冻住那一边，明白了吗？这是一回事吗？他的意思是对了，但是材料不同。那这得出多大动静？那动静可大了，估计整个炉门的搅拌机都要调过来。这么大中药味儿，白慧，这事你也做啊？陆秘书，这是给楚工治疗风湿的药。难怪楚工最近神清气爽，原来这秘方在你这儿啊。陆秘书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我来找夏院长，他不在。这事跟你说也一样，眼下有个特别适合你的工作，你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到底是什么事儿？实验水池要成立一个临时医疗小组，要挑出几个精兵强将，我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你。这事还是等领导定夺吧，我要去给楚工送药了。白慧，停车。怎么了，师傅？师傅？师傅？啊，没事。看错人了，走吧。实验水池需要一次性浇筑，别的我不懂，我就听懂了一个词：重要，极为重要。水滴工程一切实验都以水池实验数据作为基础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施工的重要性，一定要严防敌特破坏。顶级公民，明天早上你们从厂门口到工地，沿途一定要进行检查，一定要确保电力供应的安全。是。画展开幕这2天，我们对到场人员进行了排查，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。这个贾朱俊还真是沉得住气啊！他敢来参加，我倒是挺惊讶的。画家们怎么说的？我跟现场的画家还有一些油画爱好者沟通过，他们说这个贾朱俊的作品的画法呀很独特，很少见。后来我又请教了省美术学院的严平老师，我从他那儿得到一个重要的讯息，他说解放前不久有一个人向他问过油画的画法，就是这个贾朱俊的画法。严平老师说这个人叫赖长青。赖长青，真是那位中学老师啊。那么学校和教育局那边没有什么线索？这个人48年就不干老师了，这些年毫无线索。那你刚才说向那位美术老师请教是哪一年？解放前不久，49年。老夏，你让这位老师好好回忆回忆，那时候这个赖长青到底在干什么？是。报告。局长，这是沈清送来的紧急文件。李光明。东边到。今晚你就带市局配合人员入驻工地，早做排查，早防范。是。行动。是。
留下我是不是有更重要的任务？明天你带人在工地，负责保护专家组的安全。就这个？怎么，嫌少啊？来，给你看个东西。啊，看看，能不能看出什么线索来？贾周君的画。哈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真是啊，哪儿来的？老师给他准备了一个画展，这是他的参赛作品。他真敢来？喂，专项组。局长。是。什么？是，明白。好，我现在宣布一件事，明天实验水池要一次性浇筑，厂办要求我们医院在那儿建一个临时医疗站。我宣布，白慧和洛珊珊参加这次会战，明天早上8点集合，别迟到啊！留在医院的护士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好，散会吧。老师调查李光明有结果了。他54年退伍，55年的时候在省公安学校学习，期间与一个叫叶芊芊的女人交往甚密，而这个女的之后去香港探亲了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李光明真的有问题，那一定跟这个女人有关。今晚你和丁杰一起带人去李光明家仔细巡查一下，我担心明天他会动手脚。你去通知李光明，让他今天晚上加个班。是。李科长，我建议啊，明天咱们早上6点就出发，先去电厂，沿着电路呢，咱们再到工地，也就1个多小时左右。如果中间发现什么问题，咱们还能及时解决。还有就是每个点位一定要派人值守，直到这个水池浇筑成功。我看可以，那我们明天多派点人手过去。好。光明啊，正找你呢。队长说了，晚上得辛苦你加个班。那没问题，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拖曳设备的固定栓需要运到工地去，队长呢决定让你押个车。押车？对，他说你负责，他才放心。那行，李科长，那你准备一下，我们啊去协调明天的事儿，咱明天见。好嘞。走。哎，停一停，师傅。小周，这趟车你来押，我家里有点事儿，我得回去看一下。是，去吧。丁姐，我们分头巡查。是。
托下火车了。看来明天他们有大动作。你去抓人，记住，我要人赃并获。是。哎，丁姐，你回来正好。布控李光明，如果他有异动，立刻逮捕。小心，他有枪。谁？李科长。嗯。一直都在这儿。对，他一直在这儿。老板，美姐。李光明，你们去抓点头头，我盯李光明。是。哎，这不是老孙吗？这么晚去哪儿啊？你认错人了，我不姓孙。怎么会认错人呢？我真不姓孙。心头，
和风声。